千条人命，80几岁了，伊少年时救几千条的人的性命，伊拢总无讲。到80几岁了，咧墙面内底，因某咧甲镜子内底，家己发觉讲，哇，原来我人遮老哦，伫少年的时阵救过几千人的性命，用尽所有的财产去栽培几千人的性命。伊一点仔拢无讲，嘛无互表扬，这就是必须的。所以，咱要想的就是说，有讲无显示出，这叫做不为之，这毋叫做正义。所以讲，咱这个特点是必须的，一定要想这个啥？人讲阴德比阳德不能背哦，不能背。受阳德叫做福德，受阳德叫做福报。阴德就是有人好看的，阳德就是偏有人看的。我这差不多就是这样。个人就讲善良无下遮，讲的这个话，无毛病，佮无迄个人听，这叫做无自之义。无自的意思是讲。心内底无大物件，心内底无大物件，讲出来话，就袂向内底大物件影响。无知就是大物件，心内底若大物件，讲出来话，就是正你大啥物物件，大贪，讲出来就是贪；大亲，讲出来就是亲；大痴，讲出来就是痴。所以这种变骗子，所以人咧讲话，教人听着人讲话。3年2副就是讲，你心内咧拍啥物算？为什么？因为口言就是心机的，咧讲话就是心的迄个苗就是一个刀仔咧剥下，剥下迄个叫苗，剥下迄个苗，就是讲口言就是心机的。你心内咧想啥，讲出来的差不多就是啥。所以讲，这就是讲心内若无大物件。这个义讲出来就叫做义，那么这个义就是咱像咧做义工，义工的迄个第一精神要诀，义工啊，义工就是讲无求回报的，嘛无存啥物心的去服务的叫做义工。义工的第一条步叫做啥物？用足己人的心服务对方足己人，这是第一条。意思是讲，用做欢喜的心服务对方做欢喜，意思是，我拢这个义呢，无自，而咱像讲一个镜头内底去木水回放，这个镜头拢无，但是因的心温降下，所以无自来讲，心内袂使有放镜头，若心内有放镜头，就爱放个啥物？因的镜头。今日就意思是讲啊，中义哦，中义直言，中义直言就是讲哦，该讲就爱讲，该讲就爱讲，而且迄个讲是偏偏天地风静良心去讲，这叫做中义。我爱中着迄个义啊，直言哦，若无中着迄个义，而且迄个义啊无自哦，无大物件，啊中着迄个义讲出来直言，啊叫做。若毋是用着迄个义讲出来，直言会伤人，而且伤到足彻底。啊，金这个义，金就是西方精神金这个义，这个义就是咧讲迄个金就讲得了，所以讲意思是讲明金实金。简单来讲就是讲虎口换死，虎口换死就是讲该爱讲就爱讲。该爱收的爱收，毋通讲讲毋知人尊重，该爱讲就爱讲，该毋通讲就爱动，该收就爱收，这叫做义。所以讲亲像风吹过，无漏声，风吹过，呼呼，但风过了无声，你无听到个声。所以讲无下咽，就是讲无迄个分量，无分量就是。无毛病，嘛无人听无，因为该讲，不该讲无讲。所以讲，重点咱是咧说法无是，说法无是就是讲，咱咧讲话，
无钱，所以讲无钱就是怎啊？有做讲讲心气无义，就讲呢，将人靠呢心不气，将人靠呢不心气，是说心不饱。就讲哦，敢若嘴讲尔，心甲行为无一致，你讲的拢无效。所以讲心平如意，心平如意就是不急。所以你这个所在，这个文殊菩萨，第一地的文殊菩萨，你就去问维摩诘居士，你甲维摩诘居士讲，请问什么叫做不急法门？维摩诘居士从来无讲话，嘴角笑一个，目睭头帮我数数，嘴角安尼笑一个哦，目睭帮我数数。文殊菩萨奇怪，我咧问讲什么是不习惯？你干什么嘴角笑一个就帮我数数？但是咱咧菩萨就是如此，你讲哦，我了解，拢无讲话啦。但是咱咧文殊菩萨哦，我了解，感谢主你。所以这个人啊，这个叫做笑的，你讲的较好听。什么做的比唱都较好听，这意思是。所以讲，不止就是讲，一心，这个心平如意。有人讲我讲的一套，做的一套，迄叫做有志有两物件，其实这两物件规则就，做一个比喻啊。比如讲，我爱学生，你出去外口，你2分钟，讲啥物话？无人烧钱钱的人哦，为什么？因为社会经验讲，有同个道理好听，所以讲伫外口2分钟，咧花咧带兵咧做啥物？包括伊中国，他们烧钱无人钱的人，咧问啥无人容易会倒，但是倒来是，我做伙讲安怎？讲我2分钟无人钱的人，但是我伫我爸爸面头前，亲像猫啊，我会乖。我讲啥，我爸爸都有回答我。我安怎是个技师？重点毋是讲我做偌济，我是讲我的行为，你若对行才来讲；我的行为你若对行才来讲；我的行为若无安尼做，你就袂使安尼做；我的行为若是安尼做，你就对我安尼做。我有免提供选择。我的观念。然后找无下者，通甲我反驳，找无下者通甲我反驳，这叫做双方不济。所以讲甲一大篇较顺利做，尤其即摆人是安尼，即摆人无咧看你讲偌济，看你到底是做偌济，称名称名是到底你是做偌济，毋是你讲偌济。即摆人是这样，所以讲圣人有关系。圣洁不用修行，无心志，无有做作的心，这叫做地狱。无心志，无有做作的心，因为若有做作的心，你就是叫做地狱。所以这做简单解释，做作的心就是意思讲，我做这样的代志，做这样的物件，我有算甲足清楚。丢钱，我有算甲足清楚，算甲啥物清楚？我做啥物话，得到啥物物件，我算甲足清楚。那么这就是叫做地狱。那无心志，这个地狱，也当做甲像咱无心，无做个状态，这个地狱敢往往偏心，亲像咱激死的意思。真正激情的意思，激情的意思就是地狱的意思。激情的意思是啥物？咱来做清楚了解。激情的意思，迄个激情就是讲，大部分的人哦，我伫这跟你讲得清楚。大部分的人拢讲安怎？哇！你受着是少久，应该受甲轻轻骨骨，受甲呢肥肥胖胖，受甲呢面拢无焦糊，受甲呢金光金。亮安尼，这较叫做激情。足侪人是安尼想，其实遐明星，遐
遐人生，大家都比咱在座更加健康相信。私底下呢，私底下乱七八糟，乱七八糟。啊，咱在座不管咱用是做啥物运动，甲有法度含起来迄个人生比轻的、比缘投的、比水的、比气质的，咱毋过是目睭干那黏黏，就会讲话啊呢。敢着讲话，毋免呢，用目睭安尼黏黏，就会讲话啊呢。你敢有知着安尼？啊，伊私底下呢，私底下乱七八糟呢，胡思乱做乱来呢，性骚扰、性侵为无的。啊，但是就会人贵人有知着边安尼，高丽莎少年做啊一个功德，是老默默像啥，就起起来。玉造明大师3年8年，要整理遐个，我迄个某一个摇钱的，我平安上整理整理。所以讲德性这个问题，毋是表象，毋是表象讲着受到啥物程度，讲厝里讲这个有叫做修啊，错觉，因为有啥物错觉，就是对佛经内底错觉。因为佛经内底拢记着讲，伊个种弟子我讲，啊拢安尼生干咧但是这上历史甲考察起来，大家若有一个大家拢是好因的。那有道，我回家咧健康相信，迄是幸福的问题。在世有道，嘛是迷迷茫茫咧，嘛是散散啊，嘛是，但是生活体格是较好，迄是咩？但是嘛是改换人拢共款，无安尼吼，讲当家人讲来紧教，啊讲吼咧，幸福讲安怎样？脚底温，一个脚底温，哪能讲就要冲遐大个？有啦，迄拢总是生活以后的代志。所以讲，咱来去了解，德性是咧讲这，德性是咧讲啥？德性是咧讲你为众生牺牲无罪，无计算，这叫做德性。因为迄个是叫做义。亲像讲老祖讲的《道德经》，有几个人要来听《道德经》，这拢过去同老祖有相当的关系。啊，有几人要去听佛经，你拢甲释迦牟尼佛有相当的关系。所以释迦牟尼佛伫迄个即种有菩萨先生有菩萨解经内底讲啊，做清楚。伊讲安怎？释迦牟尼佛要说法互众生听，敢讲众生特别听？啦，有听啦。伊是累世，伊讲啦，伫经典内底写讲，弯心哦，弯心长头。烦恼多地3000天，简单来讲，就是讲长头长3000天，喙骨分尸3000天，为着众生，长3000天，喙骨分尸3000天，甲众生结缘，众生有结缘了，较要听佛讲的经典，若无甲众生结缘，无德性，众生唔听佛讲的。所有事情拢共款，咱毋通讲着你甲我记着这伊是性命共款，伊拢总喙骨分尸3000天，长头3000天，累世积下的因缘，所以讲出来话，众生较要服伊的德性。德性是一只，德性是一个计算，伊个计算讲是安怎，我做认真，毋是，你着清楚。落雨过，万物怎生人？叫富贵，万物生，亲像落雨过了，所有万物拢生人。啊，咱落雨的时阵，敢有咧算讲，即滴雨落几滴雨？敢有咧算落几滴雨？无，迄袂算字，袂算字讲到底是落几滴雨？亲像这个意思，德性就是安，智慧就是安，无自作的心就是安，无咧计算讲我到底做偌济。用一心付出，无自作的心叫做无心。所做出来讲的话、做的代志、所有思想，拢叫做智慧。啊，来是叫做智慧话，德性就出来啊。德性出来讲话，人就会信服，人就会听，因为内底有巧妙的因
个查囝开一间咖啡厅，咱袂开这间咖啡厅，开半工了，可能伊家己创作，足侪真好食的，技术都好，创作足侪好食，所以人起来食着，素食了，他有遮好食物件，伊去创作，所以朋友有人来食，食着，遮老，这拢你家己创作，安尼好，你着招几个朋友，那是别人招的，招几个朋友，咱马来西亚开一间亲像这，咱马来西亚较好读，伫台湾歹读，咱马来西亚较好读，咱大家拢投资100万，150万哦，3、4个姐姐投资100万，伫马来西亚买做一块地，起一间做一间店面，甲我做叫讲，你毋免出资金，你若买30万、50万就好，你过来你专门教技术，迄个阮从设计又做好，你买教技术，抽甲红利拢甲阮抽共款，阮一个人100万，阮做囝出30万，包括教技术抽甲红利拢共款，阮做囝，这车好呢，收起来了啊，好无？无我台湾就收起来，马来西亚就说咱做无惊去啊，当然我讲，刚哥，你想安尼刚哥，你好安怎你想看嘛？想看你今日开一间咖啡店，这间餐厅推叫啥物？是种，我嘛是要赚大钱的，我是为着要互食素食的人方便。对啊，你是为着要食素食的人方便。你甲开半档呢，你着要线过，内面出代志拄好上头空，所以你的出发点是为着要互食素食的方便，你着乖乖蹛遮互食素食的方便，因为过一定是要趁钱，过一遮是要方便，你家己想清楚。思虑所强不如心中，用手中来想事情，好啦，蹛遮无。少少啊读文字，结果半档后尔，迄苦面啊意思啊，伊啊伊个会用到出来，一句话形容叫做鱼类，鱼类。我做囝，我有家产，但我讲家产，我无含伊过，我比佮较鱼类。安尼是看，思想不清。你讲我计算足济。用无心的智慧来想看嘛，到尾清清楚楚，无心的智慧，这讲是用水无法讲足济，但是最实际，所以讲，迄就是咧讲咱的性爱，咱的有爱，性爱咱的有爱，伊都包含了无边无边的这个智慧的性，所以讲。用这个物件心中，咱就要比了解，善变组织，这叫做善变不用提前。更较努老师，欠点欠一点。那善变不关键是更较，善变来讲，作我观念，无关键，无特殊，但是我都可以意思是讲无私自利。无有私心的类，无私心就是空心。迄个私心是什么？简单来讲就是讲无私欲，无私欲。所以讲咱大家人拢做有欲，大家拢有欲，无迄个无欲的，除非你是石头，除非你是茶铺，所以唔通讲，我是讲无欲，你就亲像石头甲茶铺。所以为什么动无欲的功夫？袂比素丸子较好，因为番子就是功夫，无欲是一个模范，方法就是救助，功夫迄个本体才是救助。所以讲无私一个，无有私欲，叫做累；无有私欲叫做累。若有私欲咧，伊就是违背这个真理，违背这个礼。所以这个无私，人家讲无私，而且讲这个物件是这个，所有一切
这个说是叫做用量的用哦，这个说是用是开启世界上所有的所有，不管你是事人、工作，不管你是啥物事，拢一定要有钱，爱钱哦，无钱无法度去解决迄个问题。啊，啥物物件无法度钱靠这个用的锁匙，所以世界上所有的是靠这个用的锁匙。所以我平时有交代一个叫做潘朵拉的阿爸，你先年交代有亚当夏娃，这个潘朵拉的阿爸，你也好哦，你唔通够开会哦。我你这亚当夏娃，你这第二天是足快乐哦，足清明足自在。这个潘朵拉的阿爸，你唔通够跑开，你一个当中，就是你想开。你讲我知，我去死我嘛袂个跑开。可能遐一天、两天、三天，迄个用自然怎无代无志，奇怪，讲袂当跑开。我进到咧，迄内底有一个更较好的物件，跑开内底应该有更较好、更较妙的物件，迄个用做到。就真正甲泡开，泡开所有处，香清起来，酒色在起，脾气无变，所有的这个十方八十三样物事，世界就变成困难的开始。所以讲世界上所有的物，拢就是用这个锁匙泡开，唯独一个物，用泡开。迄个叫做困难，所以讲要进步，这个用就是障碍，伊就是障碍。所以将无书之类，就是戒律去用迄个事，用戒律的事，戒律这个物件，把咱约束好，咱自然这个礼仪做甲真舒适。当然，就像火烧过，从火烧过，变成变出足地。就敢是咱的戒律有咧，因为咱的戒律就足完满，所以外口物件要甲咱泡开，就泡开，意思是啥物？所以下生意就是要交这个用这条乖乖条，你就惊去外口物件进来，所以甲乖乖落去，上升的人是拢甲泡开，为啥物？我心内有这样物件，我太惊你进来，所以唔免管你开袂开，因为我心内有这样物件，哪讲？我厝内都无钱，我你惊查啦？你惊甲我头地，放我开，我内底都无物件，我惊你甲我睇，所以根本唔免。所以讲圣洁无形有不可讲，无敌之事，这个事就是大，朴实，亲像咱一块硬钢板，所以讲不可讲。所以讲这个事就是讲信的，无敌就讲。我无得到啥物件，我搁做相信。就像咱即个选举做个啥物？做个白条卡，做白条卡。要用什么白条卡？用屁眼啊吗？用其他的，去白卡白。简单来讲，用字去白条卡。所以这个物件讲信赖就讲白条卡唔免用其他的，唔免用字。你唔免甲我绑，我个人相信，我个绝对投票投互你，你就信，信。所以讲无敌的是讲，我无因为啥物嘢，但是我对你做相信。所以讲上天慈悲，咱敢有感觉讲，不咧甲咱保庇，照你讲不是唔同。若你有经验论哦，不是袂使甲咱保庇，是天时。天地迄个用天适合来保护，用天较适合来保护，含有适合来保护，莫讲是古老。所以咱若是讲是古老来保护，其实毋是古来保护，是用天甲适合的天地来保护，毋是古来保护。所以讲呢，这个是意思来讲就讲，你无人无啥物物件互你敢做相信？这叫做大咯，咱无物件你搁做相信，
即个物件敢就用手啊拍，敢就用屁股啊练，后尾即个物件是无去，但是电条开袂开，因为咱信赖进来，所以无敌之时带来好事，如一块硬钢块。不管你行去到倒，就亲像直升机妈妈，直升机妈妈就是你的囡仔，不管去到倒，顶云就是一个物件咧说，迄个物件就是妈妈咧讲的话，妈妈讲安怎，妈妈讲安怎，妈妈讲要食有饱，妈妈讲袂使有病来，妈妈讲安怎，妈妈咧讲啥，拢是做咧说，叫做直升机妈妈。不管你到底就是心内就相信讲，妈妈讲的就是对，爸爸教的就是对，我毋通无骗人。伊咧说，就迄直升机的迄个派到日本，拢咧想妈妈讲。那么意思是讲，咱拢咧想，拢出咧讲啥，拢出咧讲啥，这项无咧讲啥，主播是咧讲啥，我袂当安怎，袂当安怎，迄叫做带来好势力，我就是遮尔爱的，所以讲老这个经典，伊无甲咱绑，伊无甲咱绑。但是咱若信赖伊，无敌，无因为讲你有保庇，无甲我保庇，无因为安尼，而我相信主菩萨，相信经典，相信是因的骹步手来。咱们行去到倒上一个硬感慨，不管行去到倒，毋免改，毋免改，因为我原本就是相信，而且你的相信是无条件的相信，所以咱相信无改。因为伊过这个物件，结条无改，无得改，不管怎做都无得改，伊就是安怎有用。所以心口一定要放结实，只信念相信就来放屁，信念就是大我菩萨，为着救众生命，所以数据无极1000年，无不可无，有够无畏，所以讲每一个人。拢总是信任善不了，保护，所以讲伊放弃每一个，上生救阮放弃，珍惜，毋通过分的相处。来讲呢，众生当然是较价值，但是毋通因为家己的力量去伤害众生，去害了众生，爱去珍惜，爱制约，毋通违反自然，违反自然就是。比如讲，咱即摆人是要食有饱，是要食有好，好要较好，毋是要食有好，是要食迄个猪脚，大毋是要大呢，毋是要大寿司，是要大猪脚，做人毋是要做人，是要方便，是要猪脚，穿毋是要穿好些，是要穿猪脚，但无拢是安尼叫做违反自然，若违反自然，你就无绝对赞同，一定有咱伤甲钱钱钱，变甲钱钱。咱人咧伤害是家己，毋是苦乐是家己，伤本一定咧伤家己。所以善言不善言之书，不善言善言之书。起心动念有合道天理的人叫做善言，起志行动背甲合地的人叫做不善言。所以一个是读书，一个是正道，这拢要做对。所以不为其书，不为其书，虽地大名，是要不为其书。这个讲呢，道本无属于主持的，但人甲看起来受亏，袂讲无受亏。但是道这个物件，为什么讲无属甲主的别？因为道毋是专利啊，道毋是释迦牟尼佛的专利，道毋是佛教的专利，毋是儒教的专利，毋是道教的专利，毋是阿弥陀佛的专利，毋是老祖的专利，毋是这个诸菩萨专利。任何一个法门。拢总会当一道，所以讲道无属甲主的分别，伊毋是某啥物人伊专利。意思讲，那是我释迦牟尼的专利，你爱来我释迦牟尼，只要你叫我不是，不是，伊无专利，因为道是包含无量无边，任何一个状态，任何一个角度，拢总会当进入这个道。但是人后袂讲无的分。甲就咱有即个道，所以讲道本无可学，道是袂使好种，袂使讲我教你怎食饭，像你囡仔咧食饭，敢是教你怎食饭？你若教你正面咱有几个，古早来古山，门也爱古山，你囡仔就来听我讲讲，哦，
我就爱安怎食安怎食，有感觉感觉，刀本无即个物件。啊，学的物件是学参考，学参考。啊，所以讲照片参考，内底家己的自家的样本，较叫做刀。外口学来的物件是参考。就敢若像讲，我生活，我的感觉是安怎，但是甲你讲，变做障碍你，因为你生活的条件毋是我生活的条件，个人的条件无共款，所以若以我的条件来你的条件，无一定会当助你环岛都有可能害你。伊只是当讲参考，啊，重点是家己自身内底保护，你咧自家己，你咧所以讲，刀无可拿说有技术，剑无可及，你即个物件是有匠心，你才有法度通成即个历史。若无匠心，在座逐个人拢想讲，原本啊，敢着互我开车讲道理，毋免嘛，敢着说即个班，毋免，就是有匠心，有匠心，匠心就是咧成就人。所以讲，剑无可及，迄是匠心，有机会互咱才有法度通受即个得胜，受即个益。所以，伊本来就无可及的物件，所以不爱伊做，不爱伊做，意思是讲。无是要爱这个德，毋是爱这个德，是要疼惜这个匠心，毋是要爱这个德。因为疼惜匠心，德有关本来咱自身内底有原本的功德，只是讲无开发出来。但是你若咱疼匠心，是匠心有帮助，德就出来。所以讲，德无可及，大地上有，水面上有，大地上有，亲像迄个。大智慧的人，伊敢若亲像无风，迄个意思是安尼。所以这点就咱一贯道不能自合。所以咱一贯道互人称斤称两，就是咧讲安怎？啊，修行人啊咧娶某，啊咧生囝，啊咧做头路，啊修行人啊咧共人伊啊，世俗人啊咧做贼，啊咧做啥物工课？那这伫迄个戒经内底，全部拢袂使是拢，全部拢违文戒律。戒经内底是讲这样物件拢做袂使，但是咱一贯道，大家拢嘛安尼，啊，所以这叫做这叫做随意，迄个叫大地就无。为虾米？咱甲世间上的上接近、上贴近，啊，所以心就是受人无看的功夫的，啊是因为安尼。所以，迄个功夫真正爱颠出来的，然后有人讲，哎呦，修行人啊，做田，人咧做头路，人咧娶某生囝，人咧做啥物，了有心修行，迄时间甲空间有够。啊，所以咱这是什么？大地已经是空了，你有安尼屁想讲你话无限，但实际上，咱是讲，行伫迄个时间长度。咱是为着一贯就是贯穿所有魔教的精华，贯穿善心心，贯穿所有巧妙一体。安尼才接近匠心，才有法度去开匠心，才有法度去安怎利益匠心。啊，匠心无好度，无好度，所以讲这个自然之源，自然是要。自然之源就是拄则讲的，叫这个无德，即个讲这个无德啊，无节、无心，叫这个无私，无私这物件，这物件自然变咯，这是伊咧理性，这一性概念自己，拢免叫做自然典现出来，叫做自然之源。啊，若是自然之源，就叫做要义。国旗，圣人生要教的就是这个国旗，毋通因为做啥物来考虑啥物，这就袂对上，这叫做国旗。啊，若有这个国旗，搁较大的智慧考来，你拢总会当运用派使，搁较强的海运智慧考来当练了解，你拢有法度较解。
是平常老祖保护功夫，甲交代这个国旗，有人讲，这是圣人所传的功夫，咱来好好啊捡起来。但时间到，所以我简单报告到这，不久所在，到神的主宾，这个负责各点老师各节搞活自己，搞活我，最后就让行政员工老师很努力。感谢讲